吃啥？没我头上炸。我当吃，我叫看咋个叫了饭，别个吃饭，把我们的不讲嘛。啥嘞？他没了嘛，包谷都不着俺了这个啊，走路啥背桥阿姑嘛来包着干。啥嘞没了？个咋？我都是这样子了，我讲完了。啥都不没。吃啥？吃啥？我对呀，今天这来没多么好累样子啊。我拿子把那子当给。哎，没有我样子啊。没看过也没东西玩子，没玩子。没我头上炸。我头上吃。流行的那家咋个叫饭个都知道没得背，背到哭个人咋么配么子啊？要绿楼里家个电视么哈，背到么个真有讲到了么的。当给。都喂，叫他得不了喽。管理啊，那是共同个一样个。我先想马到后当的想知道得了，嘿要我讲，要为了讲哎，讲一下那跟讲呀累了哈，跟讲还讲一下晒了。这要跟讲还讲一下多人拿直播，耶，共同个还打了，讲个跑慢着了。我哈个，啥个讲那这边么讲弄牛那哭着着。也哭讲了，被莫哭啊！一家那被莫后里安弄手指弄，莫哭啊！那买一路里被这么我一弄后里嘞，我那搞了刀中还鼓了刀中，我那直接药了啊！我那乱了，家被莫弄我嘞呢，搞一路里么我找我被着弄，但是估莫一弄的咋里都搞我那种算子，我一咋的咋里干啊！我刚刚这块路了很了，手筷子来给我讲，他找啥我和轮子就到了。哎呦我的妈！那好啊，个还要过那多得到那个哪个在飞啊？得上车之类哦，原来个是噻。哎，把他搞完子，多轮安排路找子，我看到导游广告啊，个打广告完子，我们能看到路单，搞我家么能到哪路啊？你路里当路去了，我才来找你这么多股啊？原来跟到你哪路么样子呢？你叫搞哪都中哪那只要到么股我来当着，我中路叫么啦？搞哪知道跑试了？问到你嘞，搞么样子跑试啊？我还要办个车了，我为么那只找车了呢？然后当你真敢等到哈嘛，我就我那多队友给你拿路了嘛？我甚至么路就我只得让我那我总拆黑啊，只差上走了，找上走后里，要嘞国家咋里要我讲？国家咋里要？我好了就我好了嘛，好战之酒啊，战之酒酒面嘛，古国高好了三只只得好酒，古好酒面个直包，古嘛卡着个。好酒面，我做古在模糊点菜，做过梦不把到底包张脸。好酒口，我做古刚梦做落地不走走。好酒到，我做古口就多你nhỏ小，我做古口黑到对古都差知道。好酒口，我做古刚梦谈不牢。搞都知道啊，搞只想我今朝三子。莫个那不给走过一毛了嘛？把工炒凳子。夜光工老板嘞，东厂搞只要啊？